耶利哥。耶穌同門徒並許多人出耶利哥的時候，有一個討飯的瞎子，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，坐在路旁。他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，就喊着說：大衛的子孫耶穌啊，可憐我吧！有許多人責備他，不許他作聲。他卻越發大聲喊着說：大衛的子孫啊，可憐我吧！耶穌就站住，說：叫過他來。他們就叫那瞎子，對他說：放心，起來，他叫你啦。瞎子就丟下衣服，跳起來，走到耶穌那裏。耶穌說：要我為你作什麼？瞎子說：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見。耶穌說：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見了，就在路上跟隨耶穌。